咱的前海军新江南的南长卢雷斯进前呢，去中国珠海的航空展发表亲中国的言论，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。民进党立委区志伟就来提案要修法，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规范的对象扩大到少校以上，而且阁有领终身俸的人。即马体育会嘛是表达支持，嘛来谴责卢雷斯是伤害到国家的尊严。 实际上的真相告诉大家，让大家观众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强。无使敢袂讲出要互国人知影中国有偌强。前海军新江舰的舰长卢雷斯伫中国珠海航展发表亲中国的言论，引起震撼。外界担心，恐惊会变做中共认知作战的样板。民进党立委区志伟也开始要修法，祭出卢雷斯条款。 要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原本规范的处罚对象是退伍将领，即马被扩大到校级以上领有终身俸的退伍军人。对此，体育会主委颜德发日表示支持，也强烈谴责卢雷斯言论不当啊，严重挫伤了我们的国家的尊严，那么也摧毁了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——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。 这是很不应该的。颜德发讲，只要是维护国家安全，因拢支持。李伟也关心国军退队的官兵辅导条例是不是公布修正，针对有损国家尊严的退伍军人，停止相关福利待遇。我的建议是由相关的主政机关、权责机关去做责任认定，因为我们是执行单位。 针对退伍官兵抑个退伍将领到中国发表导航主义的言论。 最近常常发生，颜德发认为中共是操作理由通奸，侮辱我国自己的这个国军。我无法理解是说，我想请教这个主委哈，就是说这个心态上面的变化。中共在统战方面哈，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也拿体育会深化国际交流这么有进展。 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，除了美国、日本，怎么也积极拓展甲英国、爱尔兰一个捷克的友邦，加强甲欧洲电影的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